呢間係一間只有120尺冇窗嘅劏房，入面只有一張細茶几、一部迷你雪櫃，同埋一張已經磨到發白嘅坐墊。L 已經唔記得自己係由咩時候搬入嚟，亦都冇打算過離開。佢淨係關心一件事，就係可唔可以喺呢一度等自己一個人靜靜咁樣消失。正因為呢度冇窗嘅緣故，城市入面嘅煩囂全部都被隔絕晒，同時間日同夜亦都變得非常模糊，世界就此遠離，就連時間喺呢個廢墟入面彷彿都停咗落嚟。每次擘大眼，L 就會點起煙，再將佢嘅湛藍色酒杯斟滿，望住嗰啲吐出嚟嘅煙圈升起，再散開，再拎起酒猛灌落喉嚨嗰度，之後又再斟滿。呢個過程雖然重複，而且感覺頹廢，但係咁樣反而會令到 L 感到安心，因為可以令佢感覺到自己就好似酒精一樣，一啲一啲咁樣蒸發，又或者好似煙霧咁樣慢慢咁樣消失，就好似從來都冇存在過一樣。本來 L 以為自己會就咁一個人行到最後，但係唔知由幾時開始，喺呢間煙霧纏繞嘅房間入面，偶爾會多咗一種薄荷煙嘅味道，而且仲夾雜住一種好淡嘅香水味。甚至有時 L 會見到煙灰缸嘅煙頭入面，會莫名其妙咁樣多咗幾支食過嘅薄荷煙。但係奇怪嘅係，佢從來都唔食薄荷煙嘅。而平時用嚟放酒杯嘅茶几上面，除咗佢嘅湛藍色酒杯之外，有時仲會多咗一個透明嘅玻璃酒杯。喺呢個酒杯上面，仲會留低一個淡紅色嘅唇印。喺呢一啲被酒精浸泡過嘅片段入面，L 感覺到空氣當中浮游住一絲溫度，係一種佢唔敢去觸碰嘅溫度，因為佢怕一碰就會碎。L 亦都試過勸自己，其實呢一啲只係飲醉酒嘅幻覺，又或者係因為太過寂寞而幻想出嚟嘅嘢。但係其實佢好清楚，幻覺係冇辦法喺酒杯上面留低唇印，空虛亦都冇辦法留低煙頭嘅。直到有一次 L 又醉到不省人事啦，醒返嘅時候，身體就好似釘咗喺地板上面咁，喐都喐唔到。而喺嗰陣時，半開半合嘅雙眼入面，竟然見到嗰一個佢。佢擔住一支薄荷煙，用纖瘦嘅雙手慢慢咁樣斟咗2杯酒，藍色嗰一杯就放咗喺茶几上面，而佢自己就攞起另一個透明嘅酒杯，行咗埋去 L 身邊坐低，靜靜咁樣望住蜷縮喺地下上面嘅 L， 而 L 亦都冇問過佢到底係從邊度嚟嘅，亦都冇問過佢係邊個，甚至從來都冇諗過佢到底係點入嚟嘅。但係喺呢一個自我放逐嘅過程當中，嗰一刻嘅 L 淨係知道有佢喺度壓住喺心口嗰塊冰，好似冇咁凍，亦都冇咁重啦。就喺呢個時候 ，L 用手踭撐起咗自己上半身，而另一隻手就喺茶几上面拎起咗嗰個湛藍色酒杯，猛灌咗一大半之後，
又再失去意識。醒返嘅時候，L 睇到2個酒杯都已經空咗啦，薄荷煙同埋香水嘅味道亦都散到七七八八，好似瞓咗好耐咁。但係到底瞓咗幾耐呢？ L 根本冇興趣知，佢只係覺得有啲失落，然後又昏昏沉沉咁樣瞓着咗。再一次擘大眼嘅時候，茶几上面連2個酒杯都冇咗啦，只係剩低2個乾透咗嘅圓形水印。L 企起身，望一望房入面嘅四周，揾返嗰2個酒杯之後，將佢哋重新擠返喺茶几上面，而且將2個酒杯嘅酒都斟滿，就好似等緊一個人，等一個連自己都唔係好肯定係咪真係出現過嘅人。但係只要心入面留個位置，夜晚或者唔會咁漫長。其實喺呢段時間入面，L 幾乎冇清醒過。酒就係佢嘅安眠藥，亦都係佢嘅止痛藥。一擘大眼就飲，直至飲到瞓低為止。有時候醒返嗰陣，把口震到連煙都咬唔實，隻手就震到連打火機都撻唔着。但係自從嗰個透明酒杯，又或者嗰啲若有若無嘅香氣出現咗之後，L 覺得至少曾經有人見過佢最爛、最頹廢嘅樣，但係都冇選擇離開。過咗一段時間之後，L 想試下留低一啲對方嘅痕跡，哪怕係少少都好。佢拎起手機，對準嗰個透明酒杯上面嘅唇印。當手指就快撳落影相掣嗰度，當閃光燈正要閃起嘅時候，就喺嗰一剎那 ，L 突然停咗落嚟，心諗：如果佢係真嘅話，點解要喺我最不堪嘅時候出現呢？如果佢係真嘅話，又應該點樣去面對佢？諗到呢度，L 撳熄咗手上面嘅電話，然後隨手將佢抌咗落去牆角，然後將茶几上面嗰2個酒杯重新斟滿。佢望住嗰個透明酒杯，細細聲講：如果你真係喺度見到，就當我冇試過啦。講完之後，就舉起自己嗰個深藍色酒杯，做咗個敬酒嘅手勢之後，將杯中嘅酒一飲而盡，跟住伸手啪一聲，將房入面唯一嘅燈都熄埋，黑暗馬上吞沒晒房間入面所有嘅嘢，只係剩返低 L 嘅呼吸聲，同埋佢喺嘴角上面嗰支煙，忽明忽暗嗰一點暗紅火光。L 靜靜咁樣靠喺牆角嗰度坐低，到底係等緊嗰一個佢嘅再次出現啊，定係仲係等待緊自己嘅消失呢？連 L 自己都唔清楚。但係喺呢一刻，L 再冇急住飲醉，佢淨係好安靜咁樣坐咗喺地板上面。而喺呢一片黑暗當中，L 又開始聞到嗰一陣若有若無夾雜住薄荷煙同香水嘅味道。